啊！死者叫温小婉，24岁，是八仙酒店的秘书。哎，信哥，你帮我查查温小婉接触过什么闲杂人员没有？哦，哎，新墨西哥的黑帮分子一般经常会杀掉对方的帮派成员，然后呢，在死者身上写一行字，用来挑衅。再帮我看一下，电梯这个监控什么时候关的？好。 如果真的是帮派争端的话，一般都会用墨汁在死者身上纹一些挑衅的话，而不是用普通的笔写啊。这样的字迹很容易被血液啊、分泌物啊等现场情况所破坏啊。如果真是想传递一些挑衅的话，那也太随意了吧？脖子上的伤口呢，不像是被利器割的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勒的。啊？电梯顶部没有悬挂重物的痕迹，也没有铁丝。 这电梯里边现血液痕迹啊，血液喷溅出来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物。当时电梯里边应该只有他一个人。去监控室，这个案子不简单。从监控资料看，温小婉的死亡就发生在这10分钟之内。哎，电梯内的监控呢？坏了，还没来得及修呢。案发时你们都在哪儿啊？在值班室啊。谁能证明？民女警官不是问过了吗？我们昨天晚上12点真在保安室喝酒呢。你不信你看那个监控。是啊。确实是。那3分钟内各个楼层有出入的吗？我反复确认过，没有。特别棒，终于碰到一次真正的密室杀人了。电梯杀人是密室杀人的一个子类型，但是操作难度太大了。目前中国20年没有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。不过电影嘛，倒是有一部叫《电梯里的魔鬼》。别看我，什么都没做。有鬼！站着的，电梯里站着的鬼。什么？尸体怎么可能站着？不可能！完全有可能啊，那叫尸体痉挛。人在临死的时候，肌肉强力收缩，迅速形成尸僵的样子，定格在最后姿势里。你别不信啊，真的，我见过好几种，我见过这种，我见过这样，见过这样，见过这样，好多呢这种姿势啊。1854年，在克里米亚的巴拉克拉瓦的一场围战当中，有一个士兵呢被炸死之后还能稳稳地骑在马上。一般只有在战争状态，肌肉高度紧张才会出现尸体痉挛。现在这个社会太难见了。别吵！啊！没事儿，肾上腺素飙得太快了，导致脑供血不足，稍微休息就好了。你们干嘛要吓唬他呢？他是目击者，送他上医院。我们上医院啊。密室杀人的方法呢有8种，我们来一一排除啊。第一种呢就是遗失，从出血量来看，这不可能是遗失。见血的最高点在电梯顶部，必须有血压的情况下才能够见得上去。啊。那么还有第2种方法，就是这儿啊。
上来。啊。哎，那是什么呀？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。啊？蹲下。啊？你总不能让我来吧？去哪儿？不是忘了我们开关了吧？哎，电梯的控制开关可是在底层啊！找到了。啊！靠电梯灭！喂！有轨电梯呢。哎，你们不知道电梯的紧急下降的时候，备用电源会自动启动吗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俩什么情况？把这个帮我查一下。嗯，好的。笑什么呀？死者的伤口在颌下三角，现在只有机械的力量才可以将头撕断。那这个工具呢，就是这条项链。假释是需要验证的。这个假人是特制的，材料高度仿真，就连体重都跟温小婉差不多。3、2、1，掉。这个温小婉平时很孤僻，她的手机联络人居然不超过20个。和她联系最频繁的是她的男朋友杨子，每天平均有30个以上的电话。依赖型人格障碍，最头疼了。而这种杀人的手法完全可以一个人独立完成，他也很有可能是自杀的。这是他的淘宝记录，3天前还订了一堆吃的，货还没到。如果你是一个吃货，自杀之前你会留下这么大的遗憾吗？我就不会。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脑中的多巴胺分泌不足，可是食物呢又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。哎，我们其中最不容易自杀的就是高斌。如果是自杀的话，他挂上项链，还少了一把椅子。我去查一下监控。
要不然你出去会儿吧，我工作的时候不习惯有人看着。我说什么话令你不高兴了吗？哦，还是我忘了低调啊？你是忘了要闭嘴？警官，你刚才不都查过了吗？还查什么呀？ 1星期以内，酒店所有的监控都在这儿了吗？哎，你很冷吗？是厉鬼，厉鬼来索命了。什么？警官，其实你查了也白查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人杀人，是鬼。古老的诅咒又生效了，现在又一个祭品出现了。祭品？这座酒店是建在一座古墓的上面，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，下面埋的都是尸骨。我们老板为了钱，把人家墓都掘了。唉，现在真是报应啊！哼，真是可笑啊！这个社会了，还有那么多人迷信。哎，报应和命运的必然性，你有论证吗？酒店刚开张的时候就有人跳楼，当时那个死者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，现在变成厉鬼，终于来索命了。有效信息为0。老祖宗说过，阳宅要是建在阴宅的宅基上，则是五鬼六煞之地，里边的住户多半都会横遭恶缘。安静。放松点啊！酒店这个行业呢，我非常理解。大堂经理，嚯，工作很多，责任重大，又辛苦。喝口水，慢慢说。有鬼！酒店里有鬼啊！是啊，我一进来就觉得这里风水不太好。晚上明明走廊没有人，却能听到嗡嗡的说话声、笑声、闹声，还有好几次我值夜班，晚上去上厕所，一出门看到有一个人打着一把黑伞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有一次我都不敢出厕所门，在厕所躲了一宿。那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老板不找人来看看呢？不知道，我要辞职，我要辞职。好，那你辛苦了啊，好好休息2天。如果想到什么了，就告诉我们，好吗？教授，大堂经理那边有什么线索了？就4个字，酒店有鬼。我倒是找到了一个鬼，老色鬼。老色鬼。我已经调查了，杨子有3天没有上班了，但是有人在6公里以外的酒吧街看到过他。那找人查一下，到底昨天晚上11点到1点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能够证明杨子不在酒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查。苏梅，这个酒店老板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王金来，他人呢？还在找。我查了一下，这间房间是没有开房记录的，也就是说，清洁工是直接进来打扫的。
应该不是他自愿的吧？怎么了？世界很大。哎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他竟然是被溺死的。回忆冷漠，随风旋转，寂寞陌生诱惑。冷漠，随风旋转，寂寞陌生。